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时，咱还未开始大声，咱来串联今日要唱的诗歌。圣诗170首，咱拍开圣诗170首，圣神，恳求圣神感动万心。349首，祈祷的是这是极好的。咱吟第1节就好吼。祈祷的是这是极好，我心他的胸间欢乐。救恩的名字，就是所爱的多么甜，我们都丢在耶橄榄，基督的是唯的平安。我专心基督的心，为何魔鬼来我杀你？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今日是中秋主日，要纪念耶稣进入圣城耶路撒冷，众人讲同西话，何山呐，何山呐，奉主名来的是应该学老的。阿门。这时咱来吟十字架顶耶稣受钉死，但是我要求大家拍谱的时阵一拍一拍哦吼，迄个精神才会出来。十字架顶耶稣受钉死。老子不会是我最亲近，第5个完成这同的家，一个一秒，一个一秒，一个一秒，第5个完成兄弟家庭，一个一秒。主点心，老子不会是我最亲近，第5个我就最同有家，一个一秒，一个一秒，一个一秒，第5个我最兄
必定是人价顶，为咱牺牲流出宝血，为着就是要带咱出黑暗的光明。阿门。耶稣，阮感谢你，感谢你一生来甲阮做伴。耶稣，引带阮的脚步，亲像顶照人生的路途。无论风有偌大，无论雨有偌寒，我一生我心要对伊行。主耶稣，引带阮的脚步，亲像顶照人生的路途。无论雨有偌大，无论雨有偌寒，阮一生我心要对伊行。伊要听阮放在心肝内，有耶稣的人心内会知。无论人怎看，阮的心袂变卦。靠耶稣，咱生活就快活。咱的心免着惊，伊都耶稣来作伴。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咱的心免着惊，伊都耶稣来作伴。为主，咱将家己来用机会来感谢。
入主的宝座前，咱甲伊面对面，咱要对伊来敬拜，伊永远坐伫个宝座前。主，愿专心来敬拜你，咱请起立。你宝座顶是个幽谷，我向你敬拜阿罗，我在现在地高永远，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在你宝座顶。诚做神，愿有份伫主你的国度内面，主啊，愿一生有你通倚靠，我有一生要来跟对你。主，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堪得阮来敬拜，因为你是搁真搁活的上帝。主，愿感谢你，你已经证明你赢过死亡，你是阮永远活的性命。主，愿伫遮献上感谢。愿今日敬拜甲学老，会使得到主你来
欢喜甲接纳。阮安尼敬拜、祈祷、感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将一切荣耀归于咱的父，归于咱的子，归于咱的圣神。哈利路亚！谢谢。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恶路入伊的院，就感谢伊，恶路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煞者咱做伙来吟诗恶路主上帝，新圣诗第170首，新圣诗第170首，恳求圣神感动阮心。请兄弟起立吟全首。请坐，咱同心来祈祷。
至圣阿爸爸上帝，愿感谢你，你是主爱甲稳定的君王，你是全能荣光的上帝。咱留甲你的施阮宝座前，献上阮的感谢甲恶乐。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伫进入受难周的同时，愿搁一摆回转来归向你，少念你无比的疼。为了阮的罪，你流出宝血，定死你是伫架顶。圣洁的圣囝，真做赎罪的罪，洗清阮拢总的罪。这是何等牺牲的疼！我要平凡心，安静来默想，甲主同齐经历4个月终身的活命，建造属天的价值观，过合主心意的生活甲行动，享受伫主救赎中的平安甲喜乐。主啊，愿阮会当伫你的面前得到稳定，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阮，求主圣神引带阮来兴旺罗州教会，赐予阮伫罗州教会设到150周年的逐项的事工当中，感动阮每一个听主的心，勇敢踏出头福音的脚步，用祈祷、用奉献、用行动来参与，相信主的心意就要显明。上帝国度特别临到伫罗州，诚侪全罗州的祝福。听阮的主，求你赐予阮有全备的信心，一生紧紧来跟缀你。无论环境如何，有主通靠，愿着无惊吓。因为你是阮患难中随时的帮衬，是黑暗中的盼望。你会永远伫旷野中来开道路，伫沙漠中开江河。求主看顾阮，坚固阮的心智。互阮的心、心灵拢勇行，持守真理的教示，我靠主来活出得胜的性命，来荣光主的名。阮的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带着咱同一个起，启言文11，诗篇32篇，启言文11，诗篇32篇。1017页。现着我来启请兄弟来印，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上主无算伊的罪，佫心无干杂。我若点点毋认罪，你的手迷你重重刑罚我。我有对你摆列我的罪，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安尼，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为庇佑我脱离艰苦。我要教示你，只是你应该行的路。毋通亲像马的路无知识。歹人会受真侪痛苦。义人啊，你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以上。说者，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今日要献诗的歌名是《纪念我》。
即点请兄弟起立，咱同齐来念10届。第一届，我唔通拜咧上帝；第二届，唔通为着家己调起偶像；第三届，唔通送称呼耶和华你上帝的名；第四届，叫你守伊做事；第五届，要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六届，唔通害死人；第七届，唔通行奸淫；第八届，唔通偷窃；第九届，唔通做假干净，含害你的厝边；第10届，唔通贪心。兄弟，请坐。即条咱做伙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出埃及记33章14节到19节。出埃及记33章14节到19节，第96面，第14节。耶和华讲：我要亲身甲你去，互你平安。摩西对伊讲：你若无亲身甲我去，就毋通带阮对遮上去。对怎样会知我甲你的百姓伫你的面前得到稳定？假毋是对你甲阮三角去，互我甲你的百姓伫地上万百姓有分辨吗？耶和华对摩西讲：你所讲即个事，我也要做伊，因为你伫我的面前得到稳定，甲我用名警告你。伊讲：求你互我看见你的眼光。伊讲：我要互我一切恩惠献过你的面前，也宣布耶和华的名伫你的面前。我要施恩我所施恩的，我要怜悯伫我所怜悯的。以上。即条咱要请牧师来进度。牧师今日要头报的题目是“主同在的平安”。主同在的平安。弟兄兄姊妹，大家平安。即几日是春假，愿主甲咱三甲同在。互咱若有去陪望、去扫墓的人，拢会当笑脸。随时个人随时咱大声离开咱的亲人，替因的灵魂祈祷。做有一日，最后咱会伫天的祖家伫遐相见，咱同心来祈祷。主，你甲阮同在，保守阮，因为主，你要亲自甲阮同在，互阮得到安息。愿你的话加添阮开力，愿你的话加添阮能力，愿你的话加添阮智慧。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免。人生三件代志，第一件出世，第二件咱生活，第三件咱来面对咱人生的终末。人生咱有真大的愿望，真大的梦想，就是看会当莫老，看会当莫死袂。但是无老无死，这拢毋是咱的人生。咱想尽办法要维持少年，想要互咱的年岁更较长，总是咱食用的，拢为着会当健康。各位兄弟姊妹，健康才有好的生活的品质，才有生命的品质。愿主使用帮助咱。今仔日咱用主的话，甲大家三角来勉励。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互咱窗仔有即个。很像棕树枝的棕树，它不一定是棕树就棕榈树棕榈科，棕榈科的树叶大概长这样咱有去过，可能咱有人有去过圣地，最近咱有兄弟姊妹去圣地回来，伊摕迄野枣，大概野枣那个就很好吃，这是中东的特产。你有去过东南亚？东南亚就产的那个棕榈，棕榈，特别是马来西亚，咱真侪咱用的沙文肥皂，都是棕榈油下去做的，所以马来西亚、印尼他们很大的出口就是棕榈，
棕榈树。我捌听过遐华人讲，阮兜一片山拢是棕榈，哦，你可见你也看因来种植偌济。今日是樟树主日，耶稣要进入这个政治的中心的城市，叫做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迎接耶稣的是审判，是受定，是劳悔，是死亡。过来这个礼拜，咱叫做受难周，因为耶稣最后这礼拜，就是伊人生最后一礼拜。耶稣受的严光，咱会当领受，但是耶稣受的侮辱，咱会当做伙领受吗？拄仔献我对吟的歌叫做纪念我，纪念我，会当甲主同背十字架，才会当得到主来纪念。今日是樟树主日，所以咱每一个人看到樟树，咱真欢喜。因为要迎接耶稣来入城，我还记得有一首歌叫做主啊，我要跟对你。赞美之前的歌讲，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安怎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来听你。是啊，主啊，我要跟对你，主啊，我要跟对你，但是我要跟到耶路撒冷城门口尔。你敢有要跟对耶稣到底？到伫十字架的，到伫梦的头前，到伫看到耶稣个活，迄个就是末代粒的玛利亚。末代粒的玛利亚，人会永远记得伊，因为伊为着耶稣的死来割抹耶稣的骹，伊用伊的头毛来插耶稣的骹。所以我要问大家。咱有法度亲像末代粒的玛利亚跟对耶稣到伫十字架下无？到伫即个墓堡无？即个是今仔日要甲大家做伙参加来分享。当遮个人摕着樟树枝出去迎接伊，喊话讲：何山啊，何山啊，奉主名的来，以色列王应该得到称赞。俄勒，这是记伫约翰福音12章13节。所以咱有法度甲耶稣同顶十字架无？咱有法度甲耶稣做伙背即个十字架无？当耶稣入城受到欢呼，何山啊，何山啊！迄个何山啊是一个祈祷的意思。迄个何山啊是讲主啊，你来救我！主啊，你来救我！这个人，这批人。今仔日画河山啊，但是伫礼拜五的透早，讲安怎顶十字架，大概都是遮个人，大概都是差不多是即批人啊。因为耶路撒冷城差不多嘛遮个人，当然还佫有来雕像，要来搬过节个人。愿上帝使阮帮助咱，所以咱当咱咧学了主的名，伊是应该得到学了，伊是。咱学了的主，但是耶稣受苦的时，咱敢有甲主同受苦？所以愿主帮助心互咱，互主会当记得咱的名。路加福音19章38节有甲咱讲到，伫主的名的王应该着学了伊，伫天年的和平，伫至权的为荣光。当咱听到这个经节，看了这个经节，咱想到啥？想到路加福音2章14节，天年的荣光，地上的和平，同款的意思。天年的和平，甲伫至权的位的荣光。所以当耶稣要钉十字架的进前，当耶稣入何山那的时，当入耶路撒冷城，互人画何山那的时，同款。有平安，同款有阳光。所以圣诞节，咱咧迎接耶稣的出世，讲地上有平安，天顶有阳光。但是伫耶稣入城的时，相款有平安，
嘛有阳光。愿主使用帮助咱，互咱会记得耶稣出世受到阳光的事。有3个博士带着黄金、乳香，甲什物抹药。迄个抹药就是象征耶稣的死。今日咱的经节伫出埃及记33章14节到19节，这段经节咱做伙三甲来分享主同在的平安。当以色列百姓要进入流奶甲蜜的所在，但是因为上帝无爱甲因做伙，所以摩西特别来到会幕的内底来求救上帝，讲主啊，为什么你无爱甲阮做伙？同在，无爱引带阮入去即个流米甲入蜜的地，所以特别来到会幕内底，亲自伫当面来祈祷上帝。当圣经记载即段经节的时，有讲到摩西亲自入去到会幕，啊，其他的百姓呢？其他的百姓徛伫因的帐篷，因的因的即个天道的外口，就徛伫遐，摩西就入会幕，因为迄时阵还未有圣殿，只有会幕。所以当因入去即个会，当摩西入即个会幕时，每一个家庭的人拢徛伫门口。为什么？32章发生一件真重大的代志，就是当摩西去到山顶领受上帝的话。领受10条诫命，当伊落山的时，伊看到一些百姓规个拢乱去啊！安怎乱去啊？伫遐拜金牛，佮伊的阿兄阿伦带头伫遐咧拜金牛，伊看见都戆伊，傻眼啊！先会当讲用傻眼，伊一时想起将上帝互伊的法版吼石碑甲摔破去。所以33章是以色列人百姓爱悔改，伫旷野、伫因爱、伫遐悔改认罪。所以摩西就入去会幕，甲上帝祈祷，向上帝恳求，求主帮助因，因为上帝无爱带因入迦南地。伊讲：你要入去哦，家己入去就好啊。我会替恁征战。好，我会伫头前替恁征战，但是吼，你们自己进去就好了。所以摩西因为安尼惊，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当摩西甲上帝讲话时阵，那亲像朋友，那亲像朋友一样。所以愿主帮助咱，愿主使用帮助咱。当上帝若无甲咱同在时，会安怎？咱可能耶稣要入耶路撒冷城，耶稣降生的时有阳光有平安，但是受难的时嘛有阳光嘛有平安，这就是主同在的平安。因为耶稣嘛是往头前行，耶稣无因为安尼就今日咱入耶路撒冷，拜祀，咱就无守最后暗餐，敢毋是？耶稣毋是，耶稣一日一日一日面对。到伫最后的晚餐，就是搬过节的晚餐了，伊知影讲，伫即日可能我的性命、我的任务特别完成啊！伫最后的任务非常的艰难，因为伊爱面对死亡。所以当摩西面对安尼时，伊甲上帝讲话，那亲像朋友，那亲像朋友一样。伫遐来向上帝恳求，克什马林园的祈祷，嘛是耶稣甲上帝咧祈祷，是迄个最后的祈祷。伊看到伊的学生无法度甲伊警醒，但是时嘛已经到。原本上帝要甲一些百姓要带因进入迦南地，但是伫旷野的时，真正互上帝伤心，伊真正后悔竞选这百姓，但是摩西嘛真正。感觉伊真无气力，所以第33章有这段的记载。耶稣的工作除了行神业、赶鬼、医病、教育、讲道、
传道以外，伊上界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啥物？祈祷。所以伫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拢有记载着耶稣离开群众，然后一个人去祈祷。所以祈祷是咱基督徒基本的功夫甲工作。祈祷是上帝予咱的武器，祈祷是上帝予咱呼求的武器。若无祈祷，就无有开力；若无祈祷，就无有力量。如果若有祈祷，上帝就甲咱同在。所以今仔日经节是摩西入去会幕祈祷，众人伫因所住的所在，徛伫迄门骹口，伫遐警醒。因为迄时阵啊，因住伫旷野，每一个人拢是住即个帐篷。所以咱爱知影讲，祈祷是上帝甲咱同在。今仔日咱知影讲，以马内利的意思是啥？以马内利的意思是啥？上帝甲咱同在。所以当咱祈祷的时，互咱警醒咱家己，主甲咱同在。今日经节第一爱甲咱提醒，主亲自甲咱同在，主亲自甲咱同在。即主亲自甲咱同在，就是咱透过祈祷去体验主甲咱同在。摩西是一个上帝予伊真大气力的人，因为摩西有迄个拐，迄个拐若指引红海安那，水开去，伊迄落变做啥？蛇。迄个拐予伊有真大的气力。你毋知有信徒？伊向上帝求，伊有摩西拐，讲迄个摩西拐，有迄个权柄甲气力的。愿主帮助咱，搁而且咱是遮平凡的人。摩西拄着困难的时，拢感觉能力不足；拄着领导权柄、受到挑战的时，伊只有跪落祈祷。所以当咱跪落的时，只有上帝同在，互咱镇赢一切，互咱镇赢一切。所以33章14节讲，耶和华讲：我要亲身甲你去，要互你平安。华语的圣经是说，我必亲自同你去，使你得安息。所以迄个同在就平安甲安息。所以迄个以马内利，今仔日咱爱去体验着主甲咱同在，互咱经验上帝必咱一定甲咱同行。爸甲耶稣做伙伫圣城，爸甲耶稣同在，互独生圣囝用割瓦来得胜，用割瓦，最后又是用割瓦来得胜。但是即礼拜发生什么代志？即礼拜会当讲是耶稣人生上界底，当然有诶经节记载耶稣入城，也是安那下晡阁出城，了后阁入城。所以最后，即个中间伫圣殿，耶稣嘛看着讲原来圣殿变做一个买卖所在，耶稣大大不满。耶稣伫最后即礼拜嘛教导学生，嘛提醒学生。耶稣甲学生讲，最后伊会死，但是学生拢无要相信，嘛拢无准备，嘛毋知影到底耶稣要带领因来反抗罗马政府无？所以当这个百姓咧反发，何山啊，何山啊，来拯救我，来拯救，来救我！当到伫半过节，无法度实现的时，伫礼拜五耶稣已经咧受审判的时，这个百姓忽然间，因毋知耶稣要安怎带因来反抗罗马政府。所以迄个时，耶稣变成爱受审判来受死。马太福音28章20节有甲咱讲着讲，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咱做伙来读来，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即节拄好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嘛是最后一节。就即句话，马太福音留了即句话，我甲恁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咱搁做伙来读来，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所以这个同在是到世间的落尾。出埃及记
当摩西反省的时，伊讲主啊，主啊，咱呼求主，但是上帝就甲应允讲，我要甲亲身甲你去，要互你平安，要互你得到安息。第二，咱主同在的平安内面，互咱有安息。这主的同在，毋但有平安，阁有安息。这份同在平安的，这台语叫做平安，华语叫做安息。就是讲上帝要应允，要领导，甲摩西做伙同在，互伊毋免阁烦恼，互伊毋免阁看虑，伊的心内只要有平安，心内只要有安息。这平安安息是摩西祈祷了后，上帝应答伊的证明。所以，若无上帝的同在，就无安息；若无有上帝的同在，摩西无法度食，无法度困。因为即阵人要安怎处理啊？即阵人摩西看透透啊！因为伫旷野无水通啉，无肉通食，遮百姓就反抗，甚至遮百姓就摇把叉，就讲啊，咱倒来埃及好啊！真无容易，已经行过红海，因阁真后悔，讲啊，咱过去倒来埃及做奴隶，还阁有肉通食。伫遮咧，只有食麻辣，食麻辣伊嘛会嫌咧。逐顿有麻辣通食嘛，食甲会反抗。咁旷野你要食啥？伫旷野你要食啥？所以上帝找啥？规顿的安吞来。个人贪心麻辣，礼拜日顿茫阁去捡啊！有人就真正无要相信，叫捡顿啊拢是草生的。所以这平安甲安息，就是互摩西祈祷了后，上帝应证，伊要甲摩西同在，因为上帝同在，任何的情况拢会当得到安息。所以摩西佮对耶和华讲：你若无亲身甲我去，就毋通带阮对遮入去迦南地。早有甲讲，对怎样会知？我甲你的百姓伫你的面前要得到恩典，减毋是对甲你，佮甲阮三角去，互我甲你的百姓伫地上万百姓有分别吗？这是上帝来回应摩西啊。所以摩西讲：你若无甲我做伙去，你就毋通带阮入去。愿上帝帮助咱，因为百姓是受分别的。以色列百姓是受分别竞选出来，伊甲一般的百姓无共款，所以因若无体会上帝的同在，因无法度去相信讲主因带因。耶稣嘛甲咱讲，囡仔劳苦担重担，会当到伊遐，伊就互咱得到安息。是毋是？咱会当将咱的重担来放伫主的面前，愿上帝帮助互咱知影这个同在。有平安，伫平安内面嘛有得到安息。第三，信靠主，咱当得到恩典。当摩西记得了，得到上帝的感纳了后，是摩西心仰上帝。所以咱求叫上帝的性命，咱来靠无上帝恩待咱。所以咱来求叫上帝的性命，咱来相信主有赐平安甲安息。摩西就是心仰着上帝，因为伊的心忠实、忠诚甲信靠。另外一方面，伊对这个百姓实在是付出相当的大，敢毋是？无水也去找水呢？伊就用拐弄这个石盘安那有出水，是毋是？愿主帮助咱，佮拄着苦，这个苦的水安那，佮等一支树枝落，哇，水变成会当啉。所以，咱看到上帝恩慈，透过出来及记，嘛，互咱得到一个警醒甲反省。所以，上帝要对咱的面头前来引带咱，这着爱对咱是毋是有宣告上帝的性命，互上帝的开力来显现。所以，上帝的主爱其实已经互摩西，但是呢，信心拄着考验。所以伫旷野内面，无法度得到上帝的恩待，这是一些百姓拄着真大的困境。所以也上帝讲：我要恩待什么人，就恩待什么人；我要怜悯什么人，就怜悯什么人。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谁就得怜悯啊，是安尼，敢毋是？所以愿咱有搁较侪人伫信心内面来看见上帝的开力，来经验到上帝对咱的怜悯，上帝对咱的恩待。所以摩西啊，上帝对摩西讲啊，你伫遮所求的，我嘛要行，因为你伫我的面头前得到恩惠，而且我要照你的名来捌你。所以摩西讲啊，叫你显出你的荣耀互我看。耶和华讲，我要显出我一切恩慈，对你的面前要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什么人就恩待什么人，我要怜悯什么人就怜悯什么人。这是今仔日的17、19、19节。所以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上帝要怜悯什么人就怜悯什么人，上帝要恩待什么人就恩待什么人，无受任何的压力，因为主他是自由拥有的，所以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上帝要互什么人得到恩惠，什么人就当得到恩惠，是毋是？大家拢想讲啊，我会当许上帝受到上帝恩惠的款待无？我是毋是当互上帝来怜悯无？安尼是毋是咱每一个人，你的信心有够野无？你有达不时恳求上帝无？有一首歌叫做《曠野中唯一的力量》，旷野中唯一的力量。啊！伫旷野要有啥物种开力啊？这条诗歌甲咱讲，疼痛的爸啊，伫绝望中你悠然不断的运行，你不断啊！你毋愿互我停伫黑暗的中间，你要互我伫黑暗的中间来找找我，互我得到自由。因为主是旷野中唯一的开力，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你要拯救我。啊，这咱袂顺啊讲到摩西的处境，因为摩西伫旷野，伊唯一的开力只有上帝，只有主啊。因为以色列会无顺服伫旷野，因伫遐流浪40年，原本几个月就当入迦南地，但是因的信心无够，伫旷野加带40年。这咱亲像咧讲摩西一样。愿上帝使用帮助咱，有一个真车花的好野人，当伊到天堂的时，天使带伊看耶稣体被办的厝。哇！伊就经过足多的厝，哇！这间厝真水，迄间厝真水。哇！富人人讲啊，这是毋是要分配互我的？但是天使讲，也毋是，我阁继续带你行。当伊伫咧天堂，哇！看足多厝了后，啊，愈看愈看，厝哪会愈看愈细间。当伊看到一间草寮的时，天使甲讲：啊，这间就是你要住的厝。这个富人人，这个妇人讲：啊，哪会遮细间？天使讲：啊，你伫地上所做的，你伫地上所行，啊，送来材料只有遮个尔，啊，所以才会当去遮尔大间的厝，互你住。各位兄弟姊妹，咱伫地上所做的，以后拢会成做咱要面对上帝。所以咱爱在一处来面对咱家己，咱是毋是会当互主欢喜的？所以当主若纪念咱的时，当咱到伫主的面前，敢毋是将你的笑谱互你看，互主来纪念你呢？所以咱每一个人伫世间，咱所行每一天，最后拢爱高效。咱毋是伫耶路撒冷城伫遐画河山啊河山啊。你是毋是有对主到伫十字架的下面？你是毋是有对主到伫迄个蒙堡，亲像即个莫大粒的玛利亚，伊永远互主笑脸，互主来纪念。愿上帝使用帮助咱。咱知影摩西最后，摩西伊无分亡啊，摩西最后上山，摩西嘛无入老年甲密的地。摩西最后上帝带回去，摩西甲上帝那亲像朋友一样，所以摩西写了伊伫世间的重担甲任务，上帝就安尼甲伊接回去。我想上帝纪念伊引带一些百姓出埃及所受的苦，这个任务原本伊是无爱领受的，
伊伫旷野看到迄个刺皮互火烧的时，就亲像咱长老教会迄个标志，刺皮互火烧，但是佫无完全倒，伊伫遐，上帝互伊使命，上帝互伊开力，上帝互伊能力，上帝伊交代伊就爱转去带伊的百姓来出来急。愿主是阮帮助咱，同心来祈祷。听堂的主，恳求你来帮助阮。阮会当互你纪念，是阮会当对耶稣来到十字架的面。愿上帝帮助阮。今仔日是中秋主日，当阮返发主来入耶路撒冷城的时，阮嘛爱警醒阮家己，阮是毋是有法度甲主来同背即个十字架？阮是毋是有法度甲主做伙担顶十字架，来领受主的苦？主啊，你来纪念阮，因为阮每一个人若值得互你纪念，是阮愿意甲主你同受苦。愿主你帮助阮，互阮的教会真正阳光的教会，就是爱甲主同受苦，爱甲主同背即个十字架，这当经历着主同在的平安。阮知影摩西嘛领受即个开力，即个使命。因为摩西嘛受着真侪苦，所以伊真侪苦难的中间，伊只有来找求主，伊只有进入即个会幕当面，甲主你祈祷，当面主你恳求，愿主帮助阮，愿主你使得真正的平安甲安息互阮，因为主你知影阮所受。每一个人所受的苦，你知影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你知影阮每一个人所担的担有偌重，互阮将所有阮所担的苦来仰望伫主你的手，愿你来替阮担，求主你来引带施恩帮助阮，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现在咱来回应诗，信息第349首，349首，祈祷的时即是极好，请兄弟起立吟全首。就是
会请坐。一定要3角来奉献，请师范的大家来致献。这起立。请坐。即条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出埃及记33章14节，咱做伙读一遍。请耶和华讲：我亲身甲你去，互你平安。出埃及记33章14节。即摆我要来介绍今仔日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吼。第一位是王秀如姊妹，请你起立，互阮甲你欢迎。欢迎你！伊搁二度就会正和节吼。第二位是林英姐妹，欢迎。也是他是在刚从国外回来2个月啊，欢迎你跟我们一起聚会哈，欢迎。咱即摆来用欢迎歌来甲伊欢迎。继续大家甲阮做伙来聚会敬拜上帝，欢迎你。这是我来做教会消息的报告。本会消息咯，本会设到150周年的庆典活动，目前排定的定数是4月29礼拜六，有同心团契因要举办马街教宗的巡礼。6月18日。礼拜日的下晡，咱设到150周年的感恩礼拜。6月2日拜四，咱有举办泸州马街日的导览。9月70礼拜日的下晡，咱是设到150周年的社区分享的音乐会。请大家为着咱以上的即个感恩庆典的活动。来守望甲祈祷。第二，今仔日咱要来举行4月份的庆生会，咱小弟要来庆祝吼，咱来祝福因生日快乐。然后，顶头才有写寿星有这边遐凤英姐、淑芬姐、翠芳姐，还有云丽姐、淑婷姐、雅慧姐，还有怡娟牧师，
还有秉信跟嘉乐。好，那如果遗漏的，请向干事提出更正。第三，今日是中秋主日，嘛是耶稣的受难周，拄啊好拄着是清明的年假，请咱兄弟伫受难周的期间，咱用安静的心，甲主同受苦，咱避免来忧恼的行程。第四，主日礼拜结束了后，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劳保。第五，教会伫受难周安排特别的聚会，有拜三的祈祷会，然后有抹油礼。拜四的查囡仔嘛有洗脚礼吼。拜五有举办西区的联合礼拜，咱有举行圣礼典。那也请咱兄弟踊跃来参加。若要参加的兄弟，请咱伫个1楼公布栏来登记。第六，国外节，咱4月初9，咱要举行国外节的赞美礼拜，所以后主日咱是联合礼拜的9点开始，请大家别烦心做伙来敬拜甲庆贺。来领受主国外的生命大连甲5万，嘛请兄弟用恭敬的心来陪伴咱个人的感恩奉献。第七，信德奖学金。经过审查，咱这种的学生有在泉州的品仪、国中州的宜恩跟网化、国小的军容、硕哲、有谦、以恩、领天、云溪、子敬、浩晴跟子涵，咱要定伫4月初9国外节的赞美礼拜中来颁发，所以请这种的学生爱亲自出席来领奖吼。特别新港讲读经2023年第2季的读本。一条新活路已经放伫个1楼的招台桌，请兄弟自由来来摕吼，然后大家伫个厝内会使来领收。第九、第2季4月到6月复习论题表已经公布，嘛请咱同工注意家己复习日期甲项目。若有时间无方便，请咱家己来讲话。讲话了后，请咱通知办公室。第10。每礼拜2中上午的9点半，教会咱有开办书法班吼。咱书法班，这个用具咱若要参加人爱家己自备，是由我们慧珍姐来指导。然后每一期是3个月，咱即届是对3月14到6月13，报名费是200块。欢迎咱兄弟邀请社区的朋友来参加，要参加的请咱找。团队组的秀兰长老来报名。11拜3暗时8点有查经祈祷会，请兄弟踊跃来参加。会计报告，请咱兄弟来过目。再来是团契的消息，同心团契伫4月初9后主日礼拜结束了后，要伫1楼举行4月份的例会。4月29日。拜六是设个150周年客户组来主办的活动吼，同心团结来合办，要举行马街的教宗巡礼，要来参访淡江中学甲真理大学。要参加的人，同心的客户每一人是200块，咱有限名30名，报名请找婉君姐妹。若会友咱要参加，每一个人是300块，限额嘛是30人。报名请找咱村内姐妹。那缴费时阵，请咱兄弟都爱提供吼，咱的身份证号码、有生日，佮电话，这是要来保险。咱若完成保险的定数了，才有算讲你有完成报名手续。咱的即个报名费用有包含咱要去的车资，佮中昼顿以及保险。等来交通，请咱兄弟家己来办理。4月16是报名杂志的日期，若是名额若是已经到，嘛咱就随杂志啊。那迄天的活动，咱是预计伫个3点来结束。具体相同的部分，请咱兄弟伫咱人手的时，为着咱身体有需要，身心灵的健康来到。告解消息，5月13拜六下晡9点到12点10分。台北中会团读部有举办初阶的中级训练会，专题是你所领受的职分与职务，你明白吗？还有认识授予你职分的体制与你当顺服的法规。地点伫个大稻埕教会，4月30报名杂志，请中级同工踊跃报名。第48届东北
东北亚细亚教会宣教协会的议会，要定伫5月15到18日，伫韩国举办。若有意愿参加的，请向曾牧师来报名。详细情形咱伫个公布栏有来公布。即点咱要来举行4月份的庆生会。咱请寿星来说明兄红颜姐、淑芬、翠芳、云丽、淑婷、雅慧，还有怡娟牧师秉信、嘉乐。4月份的秀清生日快乐哈！现在我是要补充报告。咱这个秀兰州过去秀兰州会有1个礼拜的聚会有的教会会这样子，就是按照耶稣的行程，叫做秀兰州的聚会。甚至呢，礼拜过偌济。有朝阳礼拜，早上6点，不知道你们大家起不起得来？但是咱礼拜9点、8点就有人准备所以咱今年是要安排安尼的聚会。总是咱有安排拜三祈祷会时，咱有照耶稣最后的行程，就是有受抹油，了后。伫拜四有洗骹，为门徒来洗骹。当然拜四嘛是守圣餐就最后晚餐。咱拜五咱是西区的联合礼拜，就是咱往例咱照咱的往例守圣餐。西区的联合礼拜，就是咱受难日的聚会。所以咱今年有特别就是增加一个洗骹的聚会，洗脚礼。就是咱学习耶稣最后的迄个礼拜就是咱受。因为咱今仔日其实是还阁算春假有人转去扫墓陪墓所以咱拜1拜2咱就无特别安排总是咱拜三咱祈祷会无暂停就是咱拜三是特别安排有即个抹油以上所以愿上帝施恩帮助咱阁有这中级的训练以及咱有社区的司法班咱拢望讲遐这会当尽量报名参加，以及咱东心团契所办的即个4月29号要去东港中二甲真理大二来有即个导览的即个马街角中巡礼啦这嘛互咱以后要6月22号要开放咱的教会嘛有一个导览嘛诚做咱一个学习以上。这条咱来吟上吟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兄姐起立，咱吟全首《金丝线》，请牧师来祝祷。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个地地，
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未倒必回。伫遮邀请有报名要参加洗礼班的兄弟吼，咱先来台前集合一下好不好？那个文良兄，先来一下哈。